继续向国家继续向前走。国营事业相关的考评跟绩效奖金核发都有一定的作业程序，由相关部会依规定办理。谢谢。院长，就是香港市民反送中遭到这个港警的暴力镇压，但是没有黑道这个暴力骚扰。那现在蔡总统只是说给予个案人道的救助，那政府给予什么样的具体的协助？作为邻居，我们非常关心香港的情形。香港从年轻人到妈妈，甚至带着小孩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大家纷纷走出来，就只为了争取一个自由，守护一份经打折的民主。但是看到却遭受如此的暴力，甚至于用子弹直接射到少女的眼睛，变成瞎了、失明，实在是非常的痛心。所以我们一直非常关心，另外一方面也非常忧心跟警惕，就是我们看到香港一国两制下，原来会变成这个样，所以台湾要守护民主，守护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有的自由民主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更要团结一起，一方面关心香港，给予必要的各方面关怀。一方面，我们要守护台湾的主权跟自由民主，才不会像香港那样。院长，让我追问一下，昨天一度封锁了香港的机场，大家就认为很像6·4的事件山雨欲来，我们这个政府高层做一些沙盘推演。看香港人民这么多不断的走出来，而且已经持续超过2个月，而且越演越烈，就可以知道民心向背。一个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是站不住脚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给香港关心，也呼吁香港政府回应人民的诉求，才能够让事情解决。院长请教一下，柯文哲市长昨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，认为现在政府的两岸政策是以政治可，认为他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？我认为蔡总统非常努力的要维持住两岸的关系，同时更要守护台湾的主权跟经济发展。而我们看到现在香港这个情形，更知道台湾是如此不容易的守护住我们的主权，并且改善跟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，但却看到中国用尽各种手段，不但压缩台湾国际空间，甚至于不让他的国民到台湾自由旅行，就可见台湾的自由民主是让中国人民向往羡慕，同时也看出蔡英文总统一直对于守护主权都没有任何打折，并进一步把台湾的体质守得更好，发挥得更好，所以才会让来自于中国及中国以外各地的观光客都持续有增加，这是台湾好的一面，更受各国看重。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对两岸关系真的用尽心力，而有任何的困难都是来自于中国。谢谢。院长，我们想